Hello， 上次海倫灣一套碟睡一出街，第二日就俾人訂咗啦。咁而家呢套新鮮滾熱辣嘅，又啱唔啱你呢？而家總計200幾個就可以攞低呢套金三湖隔離嘅碟睡。呢套碟睡產權面積155平，但係前後雙花園，花園地面都做晒硬化，所以一直都有話花園嘅最終形態就係地面硬化，方便打理啊嘛。我哋入到嚟室內啊，開間入5.5米啊，好闊落嘅客廳啊。南北通透，全屋現代裝修風格啊！全屋瓷磚上晒牆啊，所以睇起身好新淨啊！呢度係入戶門啊，穿個客廳就到我哋嘅廚房啊！廚房光猛又闊落啊，有個 L 型嘅一個廚房啊！再穿個廚房就到我哋嘅後花園啦，你睇到啊，全部做晒硬化噶啦。不過四周咧就留咗植物槽俾你，可以種翻啲花花草草啊，都可以啊！睇下呢兩個花園滿唔滿足你嘅需求？得閒可以吹吹風、曬曬太陽、燒烤、種植物，係咪好舒服呢？我哋入翻去室內，一樓係4房2衛嘅格局。我哋而家睇到一個小朋友房，都有大窗噶，可以睇到出邊嘅花園。呢間房就細少少啦。嚟到主人套房啊，睇下呢個衛生間非常之闊落啊，仲帶一個浴缸添。休息區可以望到出邊嘅後花園，同埋空間都夠晒闊落啊！轉過嚟，側邊仲做咗成排嘅到頂衣櫃。出翻嚟客廳，仲有一間大嘅房喺度。呢個房大概有20個平方咁大，採光都唔錯噶。一樓睇完啦，咁我哋而家落負一層睇睇。負一層係唔計面積啊，即係唔計落嗰個產權155平方以內嘅。業主呢度做咗 K 房，呢個門係出去電梯嘅，另外一個門呢就係去停車場。呢個空間都唔細噶，大概都有40平方左右。牆上仲留咗個音箱位啊！業主做咗一個好專業嘅卡拉 OK 室啊！負一層嘅2間房都做咗隔音處理，睇下呢個門口幾好嘅隔音面，同埋牆面全部都係隔音面嚟嘅。入到嚟呢度，業主做咗個茶室，出邊仲有個採光井。隔籬仲有一間可以瞓覺嘅房間，唱完歌直接喺度休息，休息完之後再唱，呢種生活難以想象。好啦，之前同戶型嘅碟睡出街冇幾耐就俾客戶搞掂啦。咁呢套現代裝修風格155平，帶前後花園，再帶50平地下室，依家200幾個，你哋認為點呢？記得點讚關注哦。